基督好比頭，教會好比身體，由各肢體同佢聯合，彼此各按其職，各盡所能，令各部分互相配合而聯結起嚟嘅身體，漸漸成長，喺愛中建立整個身體。因此，我奉主嘅名鄭重對你哋講，唔好再好似唔信嘅人一樣過冇意義嘅生活啦。佢哋本係愚昧無知，因為冥頑不靈，心裏剛硬，所以得唔到上帝所賜嘅生命。佢哋既然已經麻木不仁，就放縱自己，貪得無厭，做出種種污穢嘅勾當。但係你哋已經跟隨基督嘅人，絕唔能夠走呢條路。你哋如果真係聽從基督，領受佢嘅教訓，即係耶穌嘅真理，咁就要改變以前嘅生活方式，脫去舊我，去掉被情慾污染而腐化咗嘅舊品性，反而要不斷咁更新你哋嘅思想意念。你哋已經穿上新人，呢個新人係照住上帝嘅樣式做嘅，有由真理而嚟嘅公義同聖潔。你哋既然已經棄假歸真，大家就要彼此講老實話，因為我哋同屬一個身體，彼此同係一部分。唔好因生氣而犯罪，唔好到日落西山嗰陣仍然憤憤不平，要盡快處理，免得魔鬼有機可乘。以前做賊嘅要改過自新，自食其力，勤奮做工，可以同人分享所需。污言穢語一句都唔好講出口，倒要因時制宜，講啲有建設性，可以造就人嘅好話，令聽嘅人得益。亦唔好令聖靈為你哋擔憂，因為係佢俾我哋蓋咗記號，等待嗰個得贖嘅大日子來臨。仲有，好似怨恨、發脾氣、憤怒、爭吵、毀謗同陰毒惡念等等，都要喺你哋當中徹底根除。總要彼此以愛心相待，要有憐憫同情之心，又要互相饒恕，正如上帝因基督饒恕咗你哋一樣。